呢個視頻咧，想分享幾個改運嘅小方法俾大家。呢啲咧都係喺長期嘅實踐之中總結出嚟嘅一啲具體嘅小竅門，背後咧藏着咧異動引變嘅道理。如果當你感覺運勢低迷啊、受阻嘅時候咧，不妨可以試下呢啲方法嘅。如果你特別擔心流年會有一啲意外血光之災嘅，可以去捐血，係助人，亦都係應驗咗血光有咗佢應該去嘅去處。如果成日都惹上啲口舌是非啊、官非等等咧，不妨抽時間咧去法院咧旁聽一場庭審，安靜咁坐喺度咧，感受嗰種肅靜嘅氣場，有助於化解咧是非嘅能量。感覺自己成日喺度破財留唔住錢嘅，可以考慮將一部分現金啊換成一啲比較實在嘅東西，譬如話黃金啊、不動產呢啲。呢個咧叫做自產守財。如果擔心流年現車禍啊、交通意外呢啲咧，可以喺遊樂場咧玩幾圈咧碰碰車，或者有興趣嘅可以去參加一啲拳擊啊、武術啊興趣班。喺安全嘅環境裏邊咧，主動經歷一啲碰撞咧，都係一種心理同埋運勢上嘅釋放。如果健康不佳、病聲纏繞嘅，除咗我哋要及時就醫啦，亦都可以捐款啊，做義工，力所能及咁咧去布施。呢種帶有善意嘅行為咧，被認為係能夠改善健康方面嘅能量磁場嘅。如果成日覺得自己衰運纏身、心情沉重嘅，可以去修下指甲啊、剪下頭髮啊。傳統裏邊叫剪去煩惱絲，亦都係辭舊迎新嘅一種象徵嘅。感覺運勢停滯、生活沉悶嘅時候咧，不妨安排一次旅行，換個環境啊，接觸下新嘅氣場啊，有助於咧打破原有嘅能量場僵局嘅。身邊小人多是非不斷，點算呢？我哋可以咧係左手嘅手指尾咧戴一枚簡單嘅金屬戒指啦，手指尾咧象徵住人際同埋口舌。金屬咧係五行之中，亦都係代表金嘅，係有肅清修煉嘅作用，可以幫助穩定呢個周圍嘅氣場。呢啲方法唔一定適合所有人，但核心道理係相通嘅。當你感覺到能量困頓嘅時候咧，主動去做出一啲相應嘅象徵性嘅改變咧，往往都可以帶動成個氣場咧，慢慢開始轉變嘅。改運咧，好多時候係由調整自己嘅狀態、心態同埋行為開始嘅。